开始来关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日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，伊是表示这是有意义的对话。若中国是讲，因绝对袂提供武器予俄罗斯也是乌克兰的任何一边，促成和谈才是主要的目的。中国即马嘛派因驻进前驻俄罗斯大使去乌克兰访问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答问讲，这是一遍长时间并且有意义的电话交谈。伊也相信这边的通话，也个任命乌克兰驻中国大使，将会为彼此双边关系发展加入强国有力的动能。也强调，一定要把所有失去的领土拢收回，若是妥协就无可能有和平。要求世界各国莫提供武器予俄罗斯。中国是讲，未提供武器予俄罗斯，或者是乌克兰任何一边。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。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，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，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。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，我们既不会隔岸观火，也不会拱火浇油，更不干趁机谋利的事。中方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赴乌克兰等国访问，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。泽伦斯基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2日通电话1点钟，这也是俄乌战争开始了1年多以来，两个人第一遍通电话。北京甲莫斯科的交情一直拢袂歹。1个月前，习近平才访问过莫斯科；2个月前，也阁讲过愿意伫咧俄乌战争之间做中人。泽伦斯基伫咧通电话了后表示正乐观，因为会当家己的观点放伫咧中国甲俄罗斯之间，尤其俄罗斯总统普京正需要甲北京保持密切的关系，来对抗甲乌克兰徛共边的美国。美国白宫表示，这码代志是往积极的方向发展，和习近平听到乌克兰对有非法无故入侵的看法。俄罗斯方面是俄罗北京伫咧和平谈判进程所做的努力。分析家认为，中国的声明并无要求俄军离开占领区，也无讲俄军就是侵略者，也佫把这码局势讲作是一个危机，唔是战争，对结束战争是无啥帮助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